马先生，啊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没关系，我心口有点疼，有点急。药呢？药你放哪了？哎呀，忘在饭店里了。啊？那上面行李箱有没有？哎，没有。那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先生，课堂请求通话。是，我是乃明。帮我找韩凯，我爸的心脏病发作了。好，是安琪，关老爹心脏病发作了。安琪，怎么回事？安琪，怎么回事？韩凯，我爸的心脏病发作了，他把药放在旅馆忘了带过来，怎么办？安琪，先不要担心，先在飞机上广播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统计的心脏病患者带有急救药品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各位乘客，飞机上现在有心脏病患者，如果有人带有心脏病药物，请出面协助。飞机上有乘客心脏病发作，希望出面协助。现在飞机上有乘客心脏病发作，如果有乘客带有心脏病的药物，请出面协助。你先查一下地图，看看附近有没有能够下降的机场。安琪在广播了，你还是先查一下吧，也许能够及时下降，送关伯伯上医院。我们的下方是盐城机场。喂，安琪怎么样了？安琪怎么样了？不行，没有乘客出面协助。安琪，明白了，我们的下方就是盐城机场，我们准备停降，把关伯伯送往医院。知道了，谢谢你，韩凯。要没有你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以后别跟我吵嘴就行了。机舱紧急事件处理程序，准备降落盐城机场。Roger。通过强制报告点之后，立即右转，方向330。Roger。立即降低高度，做进场准备，接通盐城机场塔台。Roger。爸，我已经告诉韩凯了，他会处理，你要撑下去啊！啊，好，我马上降落，送你到医院。呼叫盐城机场塔台！呼叫盐城机场塔台！有危险！不要紧张！有危险！盐城机场塔台，紧急呼叫盐城机场塔台，我是安徽3251班机，机上有一位患有心脏病急救的客人，请求准许进场，FA3251，目前看不出雷雨暴有减弱迹象，无法准许降落，仍建议转降其他备降机场或者返航。FA3251，呼叫盐城机场塔台。FA3251，紧急呼叫盐城机场塔台。人命关天，请求进场许可。人命关天，请求进场许可。雷雨暴过大，无法准许。FA3251，紧急呼叫盐城机场塔台。FA3251，紧急呼叫盐城机场塔台。机长，我们可以迫降了。不行，我怕万一。韩凯，你的技术没问题的，就算有雷雨暴，有乱流，你一定可以迫降成功的。要不要我现在开始激活迫降程序？不行，万一意外呢？应该不会。你不要想那么多了，最要紧的还是救关老爹。
要不要我现在开始进入程序？先不要。韩凯，机上有乘客，万一迫降失败，岂不害死了机上的乘客吗？可现在最要紧的是救关老爹。要是关老爹出事了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要怎么面对安琪呢？拉起高度返航！返航？为什么不迫降？机上的乘客性命不保啊！不能冒这风险。万一迫降失败，不仅关伯伯的生命不保，机上243名乘客的性命全都不保啊！可是，我不能拿机上243条乘客的性命做赌注。关老伯的性命是一条性命，机上243名乘客是我的第一选择。可以试一下吧，你的迫降技术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要说了。返航。没想到胡飞还真赛不过安逸，这小子技术还真好。胡飞本来就赛不过安逸。你怎么知道？没有道理，这台全新的 Evolution， 无论是引擎爆发力、悬吊、变速箱、行车计算机，都是上乘之选。我怎么会输给这个无名小子呢？我不会输，不！是不能输！马上就要到了，老先生，我撑不住了。老先生，你要撑住啊！一定要撑下去！我要是撑不住了，你可千万不要埋怨韩凯呀！不会的，你不会的吧？你一定要撑下去！
去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小姐，不能啊！对啊，好危险啊！土飞，救命啊！我的脚，抓住我！快！我的脚！快点！别笑！快点！我撑不住了！有救护车可以救你，我马上就要降落了。爸，你起来吧，爸，你要撑下去，你要撑下去吧。小姐，你爸爸怕已经过去了。爸，刚才你不在的那会儿。老先生一直喊一个人的名字，叫敏珠，她是你母亲，对吧？敏珠，是啊，没错，她喊了好多遍，见你来了，她就不吭声了。